创世纪第42章，约瑟的兄弟去埃及卖美牛。雅各听到埃及有五国，就甲伊遐个囝讲：“恁是安怎还得相像？”佮讲：“我听到埃及有五国，恁就落去遐卖一寡牛食，互咱通度活，才免死。”约瑟10个兄哥就拢落去埃及卖美牛。毋过雅各无互约瑟的小弟便雅悯甲因兄哥做伙去，因为伊惊便雅悯拄着伤害。雅各的囝甲遐个来买美牛的人做伙来，因为迦南地嘛有饥荒。迄时在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，卖美牛互迄所在的人民的嘛是伊。约瑟遐个兄哥来，拍落拜伊。约瑟看到伊的兄哥，话认得因，毋过假毋捌，用严厉的口气问因：“恁对倒位来？”因应讲：“阮对迦南地来要买美牛。”约瑟话认得伊遐个兄哥，毋过因袂认得伊。约瑟想起以前梦见关系因的梦，就对因讲：“恁是侦探，来探查阮遮无释放的所在。”因对约瑟讲：“阮的主毋是安尼，你的仆人是来要买牛食。阮拢讲老爸是老实人，你的仆人毋是侦探。”约瑟甲因讲：“毋是，恁来是要探查阮遮无释放的所在。”因讲：“你的仆人拢总有12个兄弟，讲老爸住伫迦南地，上细现在甲阮老爸做伙，有一个无去啦。”约瑟甲因讲：“我拄则讲恁是侦探，实在无毋对。我爱恁证明恁是老实。我记埃及王的性命就蛇，恁煞尾小弟若无带来遮，恁一定袂当离开这个所在。恁着派一个转去带恁小弟来，其他的拢关伫遮，安尼证明恁有老实。若无，我记埃及王的性命就蛇，恁确实是侦探。”约瑟就将因关伫家里3日。到第3日，约瑟对因讲：“我是敬畏上帝的人，恁若照我的话做，就免死。恁若真正是老实人，恁兄弟的中间就留一个关伫家里，其他的人通带美牛倒去救恁家内夭饿的人。恁若将煞尾小弟带来我遮，就通证明恁讲话老实，恁嘛免死。”因就照安尼做，因互相讲：“咱实在对咱的小弟犯真大的罪，咱看到伊痛苦，甲咱哀求的时，嘛无插伊，所以咱受报应，拄着遮大的灾难。”路边应因讲：“我减无甲恁讲，毋通伤害迄个少年人，毋过恁拢毋听。所以留伊的血的罪，现在得甲咱讨。”因毋知约瑟听有因在讲的话，因为伫因的中间有翻译官在翻译。约瑟活转身离开因去后，后来佫转来甲因讲话。约瑟对因中间经西面，伫因目睭前甲伊绑起来。约瑟的兄哥转去迦南地，约瑟吩咐人将5国甲因的布地堆满满，将因逐个人的银行印下伫因的地仔内，佮用路中需要的食米互因，遐个人就照安尼做。约瑟兄哥将美牛下伫驴仔顶，离开遐倒去，到歇眠的所在。
因中间有一个偷开伊的袋仔，要摕饲料互女仔食，才看到阮舀伫袋仔内，下伫布袋口。伊就甲伊的兄弟讲：“恁看，我的阮搁倒转来，犹原伫我的袋仔内。”因就惊甲神不附体，尿尿喘，互相讲：“上帝哪会安尼对待咱？”因倒去迦南地，到因老爸雅各遐，将拄到的事拢甲伊讲。迄所在的主人甲阮讲真严苛的话，甲阮当作是侦探。阮甲伊讲，阮是老实人，毋是侦探。阮有12个兄弟，拢共老爸，有一个无去。上细的小弟现在甲阮老爸伫迦南地。迄所在主人甲阮讲，恁若要互我相信恁是老实人，恁着留一个兄弟伫我遮，其他的人通带美牛倒去，救恁家内夭饿的人。恁带煞尾小弟来我遮，我就知恁毋是侦探，是老实人。安尼，我就将恁的兄弟交还恁，恁嘛通伫遮自由行动。后来，因将因的袋仔倒出来，无拍算，因逐个人的钱袋仔拢伫因的布袋内。因甲因老爸看到钱袋仔拢惊一跳。因的老爸雅各甲因讲：“恁互我失去我的囝，约瑟无去，西面嘛无去，恁阁要带便雅悯去，这个代志哪会拢发生伫我身上？”路边甲伊的老爸讲：“我若无带便雅悯倒来交互你，你通杀我2个囝。做你将便雅悯交代我一定会甲伊带倒来互你。”雅各讲：“我无要互我的囝甲恁去，伊的兄哥已经死，只有剩伊一个。伊若伫路中拄着灾害，就是恁害我白头毛凄惨落阴间。”